1669年，台湾府城隍庙的前身承天府城隍庙落成，是台湾上早的官府起的城隍庙。1725年，台湾府城的城门、城墙开始起造。城是甲城市围起来的城墙，防是互相和的意思。建城300年来，城甲防守护着城市的4颗位啊，见证人民的生活搬徙甲变迁。府城隍威灵公就是守护府城的神明。神不是遥远的存在，正是伫你每日经过行踏的所在。伊无讲话，不过是日日拢咧看，看到这个城市的光甲暗，人的悲欢，看人来来去去，入去梦里，行出现实，一切拢看现现。300多年来，伊一直拢伫咧，伊毋捌离开。守护是一种恬静的力量。府城有神，神伫城内。府城隍守护咱的所在，保庇咱的存在。